后来有关这个新冠病毒，部分的国家疫情有较平稳，专家学者的建议，台湾防疫的手段通豆放宽了。另外，有医师讲，因为台湾连26天无本土病例了，伫边境的管制上，会当甲纽西兰、甲澳洲遮的无出现着本土病例国家旅游互通，来加入着因的安全联名款。另外嘛，应该来放宽着国内的商业活动。因为疫情即马减少非必要的出国，但是台湾已经26天无出现本土病例。专家学者呼吁，疫情指挥中心应该听民意，甲一寡疫情已经平稳的国家互通旅游。纽西兰跟澳洲，它其实就是有这种概念。那我们其实可以加入一些那个已经没有本土流行的一个地区呢，就是开始放宽我们这个国跟国之间的一个旅游。即马阁看到出国当然爱居家检疫14天，但是政府会当思考开放零确诊国家双向旅游。台湾中客国际旅游、航空业复苏以外，促进类似嘛真重要。例如说餐厅的梅花座啊，或者是说，这个几多少人的聚会就不可以举行，这样的话其实可以逐步放宽。伫社区感染风险低，政府会当渐渐放宽民众到公共场所防疫限制，但是有专家担心520就职大典，甲刷来6月的罢韩大型的军事活动，恐惊会带来另外一波疫情，免个大意。